今日咧非常高興參與行行社企嘅第一站，就係嚟到葵興咧參與唔同嘅同少數族裔有關嘅一啲嘅店鋪。每一間店鋪咧都非常有特色。我目的咧就寄去咗 LMC， 睇到少數族裔所設計同埋創造嘅一啲唔同嘅飾物同埋工藝品啦。另外咧，亦都係去到當地少數族裔開嘅一啲嘅鋪頭，例如係小食啦，例如係啲小鋪咧係去參觀。整個嘅行程咧係非常嘅順暢，同埋咧係充滿住溫馨。特別令我難忘嘅咧就係我哋嘅義務嘅導遊，佢本身咧係一位南亞裔嘅人士，無論對於係本身嘅文化啦，同埋對於我哋香港嘅文化咧都有好深入嘅認識，讓我哋咧整個團隊今次參觀嘅呢一個行行社企嘅班子呢，就都係獲益良多。希望呢大家共同嚟參加，將你哋參與嘅店鋪呢化成一份又一份簡介，讓我哋更加多嘅市民呢可以知道行行社企唔同嘅社企所帶出嚟嘅對於社會嘅關懷，對於我哋社區嘅一份關愛。多謝各位。